2012年卷1第一題，小明買兩部電腦，一部係 notebook computer， 一部係平板電腦。咁筆記型電腦嘅 CPU 快啲 ，RAM 多啲，hard disk 亦都大啲啦，個 mon 大啲嘅13.3寸 LCD。咁而另一個呢，平板用 LED 嘅。咁喺個鍵盤方面呢，就筆記型電腦有鍵盤啦，咁而平板電腦冇鍵盤，不過有虛擬嘅鍵盤。另外有 WiFi 有 USB。咁操作系統方面呢，筆記型電腦係用咗 Linux 一個免費嘅 Operating System， 咁而平板電腦用 Android 嘅。問題 A， 咁試下舉出兩部電腦通常會使用嘅儲存設備。問題 B， 利用翻上面嘅規格去舉證支持下列嘅論點。咁第一個就平板電腦具有更加長嘅電池操作時間。咁第二就平板電腦所需嘅啟動時間係較短。第三就平板電腦並唔適合長時間打字。咁答案就係筆記型電腦用咗硬碟做儲存設備嘅，咁而平板型電腦呢係用快閃記憶體 Flash Memory。咁點解平板電腦使用有更長嘅電池操作時間呢？咁因為佢 CPU 啦同埋個儲存設備係用咗 Flash Memory 嘅快閃記憶體。咁另外顯示器 LED 呢，咁都比較慳電，咁令到個電池操作時間係比較長啲嘅。而第二個平板電腦所需嘅啟動時間較短，點解？因為佢用緊嘅係 Android 嘅 Operating System 啦。咁另外個快閃記憶體呢，就亦都係可以令到個時間較短嘅。咁再加上佢接駁嘅周邊設備較少啦，所以啟動時間較短。咁而第三方面呢，就係平板電腦唔適合打字。咁點解呢？咁因為佢係不符合呢個人體工程學嘅要求，加上鍵盤較細呢，所以容易令到眼睛、頸部、手部呢係會容易受損。問題 C， 小明打算就將一台打印機連接去平板電腦，咁有啲咩連接嘅方式呢？同埋有咩好處呢？咁連接方式可以用 USB 啦，咁佢有較高嘅傳輸速度。咁另外呢，數據保安較好啦，同埋有較少嘅干擾。咁第二個方式用 WiFi， 咁好處就係便於攜帶，唔需要接任何電線。但用 WiFi 唔好處速度慢啦，保安亦都係比較差，容易受干擾啦。問題 D， 小明拍咗啲照片，希望喺互聯網同朋友分享。咁佢會透過3個伺服器同人分享，一個係檔案伺服器 File Server， 咁一個係網頁伺服器 Web Server， 咁另一個係 Email Server， 就係電郵伺服器。咁用到 File Server 嘅話，一定會用呢個 FTP 啦。咁用到呢個網頁伺服器嘅話呢，咁亦都係一定係 HTTP 噶啦。咁至於電郵伺服器呢，咁小明 send 出去呢就會用呢個 SMTP 嘅，咁而對方收電郵呢就會用呢個 IMAP。咁所以一個係 send email， 一個係收 email 嘅。